大家好，多謝收睇米其論馬咁啊，4月6號啦嚇，唔係跑禮拜一啊，咁啊復活節啊，咁啊祝大家復活節快樂啦！咁啊跑呢個沙田 B+2嚇，咁啊跟前置啲嘅馬就會着數啲啊，咁啊上個禮拜三個泥地啊頭關膽中啊，中唔到腳啊，咁啊跑第3344，咁啊尾關咧。就做唔到啦，啱嗰隻顯聖神區啊，潘頓嗰隻咧睇嚟唔係咁高啊，咁啊再重新估計呢隻馬咁啊做唔到嗱，今次就揀兩場就第4同第5場咧就係、第2口馬 T 咧就俾大家參考啦，咁啊搞咗第四場我1號做膽拖2380啊4班嘅1400米咁啊揀隻。威武年代啊，咁啊遠很要喂阿妹啊，嗱上個禮拜三嘅馬就贏咗嗰場馬咧就非常之有質素啊，同埋個騎功咧食得到隻馬，即係睇嚟呢個咧前途無可限量啊！如果 keep 住個10磅嚟講咧，非常着數嗱。今次呂健一揾佢啦，咁啊非常之恰當啊！嗱呢隻威武年代都睇到啦，即係1400準到無倫㗎咁啊！2冠4亞就3季就輸過2場嘅啫，咁啊今季咧都跑咗幾多場啊？跑咗5場嘅1400咧，就1個第一，2個第二，2個第三，咁啊全部都大師傅同佢騎啊，咁啊上場啊幾人安？上嗰4場都係幾人安啦，咁上場135磅咧就跑呢個沙田1400米都守住第3、2、3翻嚟，輸2個幾碼嘅，1分21秒7。每段23秒5嗱，咁啊睇翻成組馬咧，其實好普普通通啊！咁啊今次咧即係再跑過呢個同程，再揾下原來輕翻10磅，而家125輕翻10磅嚟跑翻隻會飛咁滯啊！睇翻操練啊，有個從化就由頭放到尾。咁如果睇翻佢嗰個禮拜一啊，偵探傳奇啊，頭先先記得嗰個咧喺前面放右板嘅眼，最後末段咧係咁對住咧食住咧教田大安啊，完全追唔到啊兩隻咁強嘅馬咁，但係咧所以咧今次嘅賽事咧呢隻咁嘅減10磅用5磅而家抽5檔咧。好快喺前面放嗱 B+2啊！你頭先講啊，跟前同埋放頭馬着數呢隻馬根本上又係喺前邊翻嚟啦。咁睇下原文人物呢隻贏多隻啦嚇，咁啊膽啊唔理啦嚇。咁啊另外就幸運奇兵咁啊今季跑2場1200同1400啦，分別1個第2，1個第一嗱。上場嘅1400 2月8號416嘅場次啦，方文星今場都係佢128磅。7個大外檔啊，守到第8位跑嚟1㗎，咁啊後上嚟嘅贏咗1分21秒5，末段23秒3，嗱時間非常之靚啊，同埋末段咧都交到個快時間23秒3啊，咁啊今次加咗呢個7磅，咁啊當然啦，咁3歲馬而家孭住135磅咧係會擲到啲嘅，咁但係咧佢呢隻馬嘅質素唔差，睇翻嗰啲即係之前嗰啲試閘啊，全部都擺前置翻嚟咧，同埋都係輕輕鬆鬆啊，嗱今次加咗7磅135磅嚟講咧，會唔會擲到佢咧？咁啊唔敢講，咁但係咧個操練咧又睇佢都幾積極喎，啊貨人先有貨嚟集贏咗啦，之後仲摸住2貨嘅，咁睇嚟呢隻馬咧，可能呢隻磅數咧未必擲到佢，咁當然你要追到隻威武年代咧，就好考你本身嘅後勁啊！呢隻馬後上啊嘛，所以咧威武年就着數啊，叫糊先啊，但係如果地要拖下呢隻馬應該有質素，咁啊要隻機械戰士。我唔要加州勇，唔係要加州，即係機械之星同埋呢加州勇勝都要攬埋，因為潘頓騎過啊。咁啊，機械之星大家睇啦，咁啊都即係多數都係熱門開跑啊。咁要睇翻1月11號338場次咧，所以第8位派1分22秒，正末段23秒2啊。咁當時咧就後上贏咗㗎，咁啊孭住即係大熱門開跑，跟住再上1600咧就400嘅400嘅場次啦，就上完1600啊咩加咗6磅啦，所以第6位派1分34秒6，末段23秒4咁啊嗱，輸嗰啲火紅風其實都幾高水準，因為上場再出翻1600咧，結果2度勒避咗之後咧就輸咗啦。今次居然咧潘頓就騎加州勇勝喎，究竟係咪佢覺得加州勇勝係機會好過佢咧？但係我覺得隻機械戰士咧，其實佢上場係2度睇翻合賽後咧
俾人2次俾人哋揦一勒鼻咧，都追到1分35秒，正末段都仲跑住23秒1嚟講咧，即係馬唔差喎。咁啊，究竟係阿潘頓揀咗隻加咗用性之後咧，咁啊就機械戰士冇揀咧，但係我覺得佢文家良揾咗隻布文咧，未必輸蝕俾阿潘頓嘅喎啊。咁後上咁所以呢隻3同其實8我都攬埋㗎，3要嗱8頭先講啦，咁啊呢隻馬咧其實就。反而我就覺得佢嗱佢你話即係如果潘頓揀咧，就可能今次嘅賽道放頭即係着數啲，佢揀咗佢啦，因為叫先啦。咁但係呢隻馬咧，佢個末段時間唔靚㗎嗱。咁啊1400佢雖然係即係未贏過啊，1亞1季1電輸4場啊，上嗰兩場即係喺呢個2月14號43個場次，所以跑到第3翻嚟啊，外檔咁啊1分21秒7末段23秒，叫做段段都係 keep 住個均速，但係時間都唔錯啊嘛。去到476個場次咧，潘頓再嘅話125，守住第1位，結果就輸短頭跑過第2，1分21秒9，末段23秒8啊，輸俾隻超8檔咯。睇到呢場馬咧。喺快步速之下咧就輸咗嘅啫，咁啊但係時間1分21秒9嘅咋，咁啊末段都去到冇力啊，即係我覺得呢場佢放快咗，去到上場咁啊抽咗14檔咧，咁啊揾到艾少禮咧，全程3碟啦，咁因為14檔就要擺前之後一定係輸啊，結果1分21秒8，末段24秒2嗱，跟住抽6檔潘頓拉翻嚟嘅，咁啊咁我睇翻嗱，如果呢場咧。步速會唔會快咧？嗱咁啊嗱，威武年就一定前面放啦。咁加州勇勝會唔會揾佢搏先？如果你唔跟得太前冇咪跟得太後，驚追唔切，所以呢啲話好輸蝕咁。但係我又覺得佢呢組馬如果放頭係1啦8啦，咁啊同有啲其他有啲馬咧好渣之下咧，可能呢隻咧都攞到一隻3344㗎，8號要埋佢。咁啊另外就有一隻嘅。跑呢隻暴風一族啦，嗱其實呢隻馬咧就喺1月28號咧由黎超星就轉咗季購啊，係啦，咁啊轉咗馬房，咁啊貴福特嚇，咁貴福特咧咁佢一轉佢咧隻馬嗱之前喺黎超星咧完全冇表現，又輸24個馬位，10幾個馬位。一轉咗佢之後咧，嗱咁喺1月28號即係轉咗佢馬房初速嘅黐，收住第8位派4咧，睇到隻馬咧好狠追1分10秒1，末段22秒4㗎啦！呢隻馬由一隻馬完全唔識跑啊嘅馬，突然之間佢轉咗馬房咧，咁啊谷起咗喎嚇！咁跟住1月28號再出翻3年先至就贏咗啦，首月第8後上啲1分09秒3，末段23秒正，上場再出翻千字同情，咁啊結果就喺600收埋全程3碟。但係好狠追㗎，首月第9佢派6 1分10秒正，末段就22秒7。嗱，今場啊真情1400米，咁我覺得有信心啦，因為上嗰幾場佢後上嗰段咧都係有啲搶口啊，有人擠逼啊，咁覺得加多200呢隻馬應該冇問題㗎。咁啊睇下咧呢個貴福特啊，呢個練馬師咧，咁啊真係好似神乎其技啊，由一個唔識跑嘅，即係喺黎超星完全啲馬冇嘅馬之後一轉佢有反應咧，呢啲馬要追多次。咁啊，三號咗4重彩啊，雖然未跑過，我就要捉埋佢啊。所以第4場咧，揀阿妹今次唔係阿黃寶嚟，阿妹啊係袁杏儀啊。咁啊1號由頭放到尾嘅機會好大㗎，拖2380啊，俾大家參考。咁啊跟住去到第5場啦噃，咁啊第5場我就揀咗係3號做膽啦，拖17、10、24啊。咁啊5班1200米，咁啊嗱揀隻都係擺前啦，因為 B 加2我覺得跟前，咁啊呢隻馬就大家睇咧一路都跑開呢個1400咧都嗱1400居然係擺前就得，擺後就得㗎，咁啊佢同1400咧佢其實咧同程咧都次次都係即係得3個第3啊！有一場後上咧，仲要好奪目嘅，都衝上嚟後生。咁啊，你要睇翻佢1200咧，即係喺2月22號4、5、6嘅場次咧，由1400縮翻嚟1200咧，佢居然咧就抽到13檔啦。當時134磅希威森啊，咁啊而家轉咗係霍文星啦，唔知係咪因為希威森跑得差啦嚇。咁啊結果咧就擺喺前手去第1位，跑嚟而輸半個馬位㗎，爭啲贏啊，輸咗俾隻香港仔啊，咁啊1分09秒2，末段22秒6嚟講咧，呢場馬咧段段咧都有㗎，咁我覺得佢係個檔令到佢即
即係其實已經跑到一絕㗎，咁啊但係就輸咗啦。咁啊去到上場咧，發育局轉咗發育局咧，隻馬完全跑唔即係冇係咪發育局唔得咧？咁啊但係今場咧又居然咧又冇阿希威森冇得騎啊，咁啊係咪真係上場唔滿意咧，定係點咧？咁啊嗱轉咗霍雲星嗱，咁啊睇翻咧嗱，如果睇翻2月20號4、5、6個場次嗰場嗰個走勢咧，今次抽翻8檔134磅，轉咗霍雲星都唔係好差嘅啫嚇。睇翻操練咧，話喺副練咧摸咗佢4課喎嚇。咁睇嚟呢隻馬咧有機會咧今場喺度再交代啊，因為佢同程即係其實即係跑咗3場嘅就1200，咁啊一場就跑第2，一場冇啦，咁啊既然佢1400嗰度有能力咧，放到最撚尾先斷咧，縮翻嚟先好着數，咁啊睇下霍雲星呢場加唔加落袋啦，3號做膽。咁啊另外就堅先生啦，上場就揼一聲咧，一初出就已經5倍就開跑就贏咗啦，咁啊首要第8位派一，當時即係518個場次咧。田泰安今場都係佢啊，當時129磅，而家加咗6磅，加咗變咗100，即係成組馬嘅最重磅啦。咁啊1分09秒4，末段22秒6嗱，上場真係贏得非常之輕鬆啊，撳住嚟贏㗎。咁所以加咗呢個6磅咧，咁啊3歲馬擲唔擲到咧？但呢隻馬都係有質素啊，所以我就立埋佢啊，因為佢上場嗰走勢係完全都係大打，其他啲馬招架唔到，包括一間嗰隻金塊飛飛啊，咁啊所以就要埋佢啦，重磅都要立㗎啦。咁啊當然啦，佢追啊，所以我就唔做膽啊，揾翻千杯不醉叫糊先。咁啊另外就呢隻巴閉精啦，咁啊潘頓嘅，咁啊都係因為佢嗰幾個試閘咧非常吸引嗱，10檔咁啊3歲，咁啊唔知㗎，咁啊大家睇個即係試閘嚟講咧，有3個第一，一個第三，睇到咧後上有一段咧，呢啲馬佢好多都擺就4、5位啊，有時擺第2位1位咧，全程尤其是喺3月10號嗰場嘅1200試閘啊，泥地由頭放到尾贏2個幾馬位咧，一拖實一放出咧就已經係嗰個速度馬好快，會唔會呢隻馬咧係擺前咧？嗱，如果10檔咧佢擺前跟咧，睇下跟唔跟到隻千杯不醉啊！咁當然啦，佢呢隻馬幾高咧就要睇埋呢一場先知，但係始終10檔咧咁啊初跑3歲咧，就係睇下佢點跑，但係佢嘅粗試閘咧係非常吸引㗎，7號要翻。咁啊另外就呢個12號。金塊飛飛頭先講啦，堅先生就贏啦，但係呢隻馬咧，居然咧由5班贏完之後升上嚟呢個4班咧，即係喺頭先講啦518嘅場次咧，咁啊抽10檔啊，金城江今場都係佢啊，首段地12位啦，末段咧砰砰聲外碟咧由12位衝上跑去2，1分09秒6，末段加到22秒3啊，咁啊睇嚟呢隻馬一係又好用，一係咧仲有分喺手，即係由5班升上嚟啦。其實呢隻馬4歲㗎咋。進步都仲有㗎，咁如果佢上場嗰走就既然有要得堅先生，今場佢同一樣磅話唔使加咧，呢隻金塊飛飛咧一定立埋佢啊！咁睇下追唔追到啦啊！隻千杯不醉咧喺前邊啊放翻嚟啊！咁另外就同起都係放頭嘅馬之一。今場咧其實佢本身佢之前呢隻馬咧都喺5班，跟住跑開就跑下2啊，跟住贏完1200贏即係喺5班1月1號嘅305嘅場次由頭放尾贏咗1分09秒6，末段23秒2之後咧，跟住升上4班咧個檔位係非常之差嘅，抽咗13檔啊9檔11檔咧，其實咧全嗱尤其是喺1月18、2月10即係358同埋448場次沙田1200咧，咁啊358嘅場次咧即係1月18號嗰時咧。就抽13檔，首要第2位派5咧，個時間唔錯，1分09秒3，末段就23秒6，當然120磅。咁啊再出喺2月19 448啊，巴道騎嘅今次都係佢收9檔，首要第1位派3，1分09秒5，末段22秒8啊，最後末段都冇斷，即係喺4班居然都唔輸住，輸俾線路英雄。跨境進馬唔差嘅馬㗎，咁啊上場轉發局咧，咁又俾人撞咗2嘢之後咧，就結果就又抽11檔啦，跑到第4，輸個幾馬位㗎咋，1分10秒正，末段23秒25。嗱今次咧我啊中意佢就個2檔啊，咁啊119磅。既然呢隻馬咧都係擺喺前置咧，可能呢隻馬咧好快埋咗啦。咁啊千杯不醉究竟係搶佢喺前面啦，定係攞佢波蝕咧？嗱，如果佢攞佢波蝕咧，驚佢慢步速嚇，咁可能有機會咧，千杯就揼咗成過嗰隻同起，咁同起跟住佢，
跟住咗隻潘頓咧，睇下係咪跟住3、4位啦。咁啊睇嚟呢隻馬咧，嗱，如果你計翻班嘅評分咧，咁呢隻咁嘅千杯不醉一定係高過同起㗎嚇。咁啊咁睇下呢兩隻點啦。但係我覺得隻千杯不醉嗰場嘅2月20號嗰場4、5、6場次咧，其實路到呢隻馬由13檔都可以由擺前字咧冇斷之下咧，所以今場嘅賽道咧應該啱呢隻馬跑。咁所以咧第5場我要翻隻千杯不醉做膽拖17、12、14啊。咁啊今次啊揀咗呢嚟2場啊，咁啊睇下大家啱唔啱心水，啱心水俾我咧，祝大家贏到啲，拜拜。